各位同伴，无买嫌讲，乐乐要来看咱游水有偌敖，等下爱好好表现哦。我来好好打扮一下。互我先甲巴肚清互伊空。等下我徛头前。这毋是咧，我先。Hello， 我是乐乐，爱听我的频道哦。今仔日天气足热的，无园长甲我推荐去一个动物园上凉的所在，听讲内底有带游水高手哦。你敢知影伫倒位？徛五馆到啊！啊，乐乐来啊！徛五，进来表演游水哦！这个时间，徛五拄好要食饭，咱赶紧入去。徛五，等我一下。你又看卖，徛五拢食啥咧？1. 饲料，2. 鱼啊，3. 豆滚啊。答案是，咱做伙去看卖，就知影咯。哦，徛五食鱼啊！乐乐，徛五馆的有饲员，逐工食饭时间，拢会炸鱼啊来饲徛五。哇哦！育饲员甲鱼仔放入去水底，徛五就跳落去食呢。徛五，你游水速度真正足紧呢。迄是当然的咯，嘿，我跳。你游紧啊啦！我还袂看清楚就游走啊。哈哈哈，这是因为徛五的舌骨足厉害的哦。徛五有舌骨，徛五敢嘛会飞？徛五已经袂飞啊啦，虽然伊是鸟类。但是因为伊的食物拢伫海底，时间久啊，舌骨颠倒变成药咯。佮加上徛五有毛的双脚，互徛五会当伫水底快速游水哦。徛五的舌骨足厉害的，过一个就会当游甲游阁紧又阁远。阿姐你嘛足敖的，你是安怎知影的？因为我嘛是徛五馆的育饲员，我甲因真熟悉啊。你看徛五手骨顶头有挂手骨环，互咱会当分辨徛五的性别，嘛会当知影倒一寡徛五食过啊，倒一寡也袂。乐乐，你看，有饲员嘛有饲留伫岸顶的徛五食饭呢。我食，小我搁食。哈哈哈，鱼仔搁横手走啊，因足古锥的，我嘛就想要饲徛五食饭。是安怎徛五一直海头啊？敢是有蚊啊，还是护士？亲爱的小朋友，甲乐乐做伙又看卖，是安怎徛五会一直海头咧？1. 鱼仔无好食，咧生气；2. 边仔伤济蚊啊；3. 甲身躯顶的盐嗅掉。答案是3. 甲身躯顶的盐嗅掉。徛五啉到咸咸的海水了后，因身体内底特殊构造会甲盐变做一体模样，汇入去徛五喙内底的钠孔。徛五则搁用海头运动，甲盐嗅掉。啊，这紧来，才有足侪徛五的。哎呦！乐乐，徛五馆暗暗，行路爱看路才安全。这张图内底有全世界18种无同款的徛五哦。你敢找到拄则咱看的是倒一种？敢是一个？无唔对，咱拄则看到的是乌卡徛五，因是生活伫热带的非洲徛五。哦，原来唔是所有徛五拢住伫真冷的所在。真特别好，其他大部分的徛五拢生活伫寒冷的南极附近。所以徛五馆为着要互徛五伫台湾生存，会甲温度调好足低。乐乐，你敢会寒啊？我即马袂寒。嘿，对啊，等下敢嘛会看到海熊？乐乐，海熊生活伫北极，徛五生活伫南极，因袂拄着。伫徛五馆内底，阁有另外一种为南极来的徛五。咱去看卖，伊甲乌卡徛五有啥物无同？阿姐，这个徛五足悬呢，巴肚看起来搁较大。
伊的耳仔甲颔棍是黄色的。乌骹徛鹅的巴肚顶面有斑，这无。哈婆啊，乐乐愈来愈会晓观察，讲了足详细。这是国王徛鹅，是所有徛鹅内底体型第2大的哦。东坡，乐乐来啊！但是食鱼仔较重要，一天4只，食饱饱。拄则迄位厉害阿姐嘛伫内底饲徛鹅呢，但是这个徛鹅无手够快，又饲完阿姐安怎知影啥人食？国王徛鹅数量较少，邀饲完阿姐看因体型、动作就知咯。哇，真厉害！又饲完阿姐，阁会替因洗身躯呢。嗨，我是乐乐，我来看恁啦。阿姊，国王徛鹅拢无爱插我。迄是因为因咧休困，徛鹅咧困的时阵，脚阁会翘起来哦。这只徛鹅嘛，准备要休困啊！啊，看到伊白色的巴肚，我要阁甲你考一个。你敢知影为什么徛鹅身躯顶的羽毛头前是白，后壁是乌的？对呢，是安怎无我上喜意的颜色？徛鹅敢是甲细藏伫巴肚着？亲爱的小朋友，甲乐乐做伙又看卖，原因是啥物？1. 有保护的功能；2. 徛鹅介意白色乌色；3. 徛鹅甲细藏伫巴肚顶。答案是1. 白色乌色有保护的功能。海霸大家拢想要甲阮食掉，毋过因对海底看起哩，看到阮的白色巴肚，会叫是迄只是水的反光。那安尼是安怎另外一面是乌色的咧？伫天顶飞的蝉鸟嘛想要甲阮食掉，毋过蝉鸟对天顶看落去，阮的乌色脚趾片甲海水的色水真像，蝉鸟就看袂出来阮伫倒位啊。好佳在恁的羽毛是乌色甲白色的。阿姊你看，徛鹅足爱水的，因拢咧整理羽毛，有诶阁咧照镜呢。哎，你今日也是同款好看。徛鹅介意一阵一阵做伙，但是动物园藏袂落遐济徛鹅，所以藏镜，互因看到真济只，才袂感觉孤单。今仔日真欢喜甲你熟识，我嘛要甲你做朋友。阿姊讲，徛鹅虽然有乌色、白色的毛保护，但是因阁有其他的危险。有一寡徛鹅食的鱼仔、虾仔去互人类掠去，互因会当食的物件变少，阁有海洋的污染，甲地球暖化，互徛鹅住的所在变阁较少。多谢动物园爱护徛鹅，帮助徛鹅生囡仔。小朋友，咱来做伙爱护环境，互搁较侪徛鹅通好好生活哦。乐乐有冰刀咯，会记得爱饲定冰刀的动物哦。嘿嘿嘿嘿嘿。